讲到这花莲国福乡灾情是非常严重，这国军也赶到现场救灾咯，出动 CH-47运输直升机，再运到特种官兵，有找到这生命探测器去到灾区搜救。那陆军第3、第5作战区也已经准备好势，要去到花莲支援。总统赖清德也表示讲，这个情形真特殊，授权国军会讲入到立家处协助这灾民来救灾。另外呢，这海巡也出动着蓝艇无人机机动雷达车，要透过陆海空来找找失联的民众。回到花莲顺利降落，陆军 CH-4怪运输直升机在特种官兵进行跨区增援，快速投入花莲国福乡的搜救行动。把案黄金救援时间，也甲在后的清理环境消毒、监视区的侦查，所以陆军动员警所、工兵、化兵等173兵力，扎100多件装备支援救灾。针对灾区还有真侪人失联，特种官兵扎4名探测器甲警消展开全面的敲锤。潜入石旁土石堆中，找出4名迹象，目标是把人救出来。好多次的这种灾难现场，我们国军都有把它拿出来派上用场，特别是在那个地震的那种瓦砾残堆里面哈，也要找这个有人还在里面埋在下面可是它有生命迹象的话，这东西基本上是有功用的哈。花风部的官兵透早就伫灾区边当配合机具加紧程度的脚步。国务长顾立雄到花莲了后，了解救灾进度，指示救灾部队专力协助灾区复原。陆军第3、第5作战区各投入钻土机、救兵马车甲物资赶到花莲，提供灾区照光各资源清理复原任务。总统赖清德指示，这届情况特别，授权国军进入民家斗3天。海巡嘛加入搜救行动，巡防艇持续伫花莲溪出海口附近海域敲锤。空中原来有无人机透过空气加敲锤范围，为花莲溪北岸到7次守望哨的海岸。地面有机动雷达车用红外线热影像，平常时用来侦测偷渡的船只。灾难发生的时阵，也当用伫敲锤失联民众。救灾当作作战，国军海巡毋但动员人力，也运用科技装备投入灾区，提升搜救量能。记者采访报道。